一时我正想问你，思路请教三方。因陪他与你同参与三界，若问你康是我儿，还是与君才？思慕你今天好奇怪，分文分语为何人？他明明与你曾相同，同替他走他陪，平安随日若顺遂，但不知因你他又去谁？我要三方，因为原是女子。嫂，师母你是什么？应该是个女的，这是真的。是说，应该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该，应该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该。怪不得你让我